好啦，好声甲大家讲了一下，多谢啊。多谢啊。应该。你若来台港，请你斟酌看。哦，你心情袂歹哦。我甲你讲，我拄考到导游的证照啦。哈，我敢若底导游无底看呢。这是当然。我看你平常时一口推一推，我无少咧读册款。喂，你唔通看了我无点的。等我哦，未来是要做大律师的人呢。是劲，大律师。是讲吼，你头仔唱的这首歌，都是跟咱台南台港的历史有关系呢。系啊，人我足想想要去台港佚佗的呢。我甲你讲啊，我最近有一个生态报告，无等者你甲我同齐来，顺便互你点一个功夫咧。好，安尼上水啊，等紧出发。好。讲到台港这个地区啊，有真侪自然人文的特色，这你敢知影？你问我这个上正台，我甲你讲，听讲咧，这台港较早叫做海岸区，伊原底是台南的海沙堡甲海埔地中的内海，200年前真侪雨水，所以阿里山冲落来，该过塌起来。这正做即马一大片沙堡。老长，讲起来这专有名词，我拢啥无长。人我用4句歌词就看足后，来，观众朋友斟酌听。安心入名起草了，台港村名16了，200当来无比较，团结27砖头。你有影无简单的，唔正够啊！是讲，这个台港较早敢拢是渔温啊，即马拢改做中华区啊。喂，恁兜敢是住伫遐附近？我咧讲，等一中岛等下有这田桥啊请啦，哈哈。请，我看先甲我落地来蹦子，互你食看卖。安怎输啦？等一下，你甲看，咱遐对面敢若有白灵狮呢？我想要掠一只来看卖。啥动的？你若有白灵迄个动物，根据国家公法第13条，你枪罚3000块呢。哈，连白灵狮袂当掠哦，无。我换掠古锥的花条，金棒啊，小英啊！你若迄掠花跳的花条，我小激动，唔知影讲啥啦！我跳的花条个沙尾啊，嘛袂当乌白卡啊啦！这严格，连细个只的花条嘛袂使。你免怀疑啊，连迄袂顶袂动的水笔啊、海加冬，迄个红像的食物，千万唔通乌白错。好啊！你讲遐尼济，无非你就想要拍阮两个人的感情嘛？喂，先生，拜托一个，我是惊你互罚钱，才会找我讨啦。阿弥陀佛。是讲，你看，就是张地图呢。伊顶头写讲，这附近有一个顶港有名声，下港上出名的食水窟啦。敢知这是倒位啊？我甲你讲这个地方特派员当然嘛知。若讲到这个食水窟，就是较早的人为着要来台湾西探，甲大海用拼输赢，为着台湾生活需要用到水，所以就伫遮做这个食水窟。讲到用水啊，迄古早人实在是真辛苦呢。那有像咱即马水倒头准的，连面都有水啊。敢知这食水窟要有啥物特别的所在？我敢若知影叫做食水窟，讲甲互你把喙手拢拍甲啦。我甲你讲啊，在地老一辈的人拢甲伊号做龙后井。伊若是在地重要的水源，嘛是传说中保生大帝、开药方、除水，还有山药啊治病药引哦。无简单呢。看你真正是有两部册啦。那是当然的啊。人咧讲啊，文化是咱做人的根基。我真无想要做一个无文化的人。
是有文化的大历史。啊是讲文化若要传承，上重要的，就爱先互咱的母语继续传落去啊。讲到这个母语，我敢若有听人来讲，最近有人咧推测，要伫台江地区设立一个台语的文化园区哦。认真讲啦，咱府城讲台语比例是真正悬。若讲到咱台江人哦，大人囡仔拢有晓讲台语，佫有特别的特色。所以，若是伫遮设立这个台语文化园区，我感觉一定是上舒适的啦。你安尼讲，真正是一兼二顾呢。当然咯，台江哦，佚佗了够开，佫会当顺续熟悉一寡在地趣味带哦。爱听我讲有啥物特色，毋就讲来听看卖。特色哦，哟，亲像地方定定拢会举办庙埕音乐会，来感谢大地公主的保庇，嘛顺续互咱的在地文化会使行向世界。是讲，咱若要行向世界哦，我感觉上界重要就是咱的语言的传承。咱毋能当像安尼啊，普通时用台语来开讲，嘛会当用台文对一寡社会议题做评论哦。讲到这，其实我有听到咱在地有一个文化小棒棒的节目，听主持人小解在地文化的故事，有影小赞的。我甲你讲，我这个厉害啊！我知影一个节目叫做《咱的城，咱的市，咱台湾的味》。今仔看到内底迄个好食物哦，我嘴喏都叫要顶落来啊！即摆我到安尼，食无皇帝大。你敢知影这附近有啥物好食啊？你搁咧枵？我是知影讲，这最近有开一间台语友善的餐厅啦。头家会甲人客讲台语，顺续有即个台语罗马字的菜单哦。台湾的菜单真正是真稀罕的。系啊。迄间是倒位啊？紧带我来去啊！我一定要个大顿叫小顿啊！咱嘛爱先甲咱观众朋友讲一声再会，有闲过来台江佚佗咯。